台南一位70多岁阿伯，平常时有骑车健身的习惯，某一次骑车跋倒弄着头，当时因为无啥物状况就无去测，后来渐渐演变成持续性的头痛、失明、记忆力衰退，甚至袂令人顶状况。来到吉鼻病院，经过电脑断层检查，发现是弄伤造成的慢性硬脑膜下血肿。头部外伤之后，一般我们会比较注意急性期的出血跟骨折等等。那可是呢，在2到3个月后，其实有一部分的老年人比较容易会出现就是慢性的硬脑膜下出血。那他们可能会出现3个不同的症状了哈，那可能不会同时出现，但是会一一的慢慢的造成生活上面的困扰。那首先的话，主要就是会有明显的头痛，好，那可能是吃了药物之后还是无法缓解的疼痛，或者是呢晚上越来越睡不好。好，那第二的话可能是步态不稳，好，甚至有可能走路的时候越来越偏一边。那另外的话，第3就是认知障碍，就是有时候呢，家属问他的时候，可能会忘记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，甚至有出现认不出人来的情况。针对这位阿伯病况，医师甲家属讨论后，决定采用颅骨钻孔术作为治疗方式。他的血块是已经异化的话，会在血块的正上方呢打一个小洞。那接下来就是会把里面的血块冲吸，然后让它冲出来之后，脑部就可以再胀回来到原本的位置，这样子。那大部分的病人呢都有相当的改善。好，那后续还是可以就是回归到就是原本他的生活的平时的水平这样子。律师表示，老年人脑萎缩容易在弄着时造成慢性出血，引起持续性的头痛、走路袂稳，甚至记忆力衰退等。这看起来常常是脑化小问题，但较可能是慢性硬脑膜下血肿的警讯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